主后2023年4月初2，每日圣恩讲读经，做上帝的好管家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马太福音21章第1节到46节。耶稣甲门徒特别到耶路撒冷，来到橄榄山附近的毕发期。迄时，伊找2个门徒，甲因讲：恁去对面的庄舍，到遐随时会看到一只驴伏地，阁有一只驴仔囝甲伊伫遐。恁甲因偷开，牵来我遮。若人对恁讲啥物，恁就讲主要用因，迄个人会随时准恁牵来。这代志发生是要应验上帝通过先知所讲的话。就甲锡安的妇人人讲：看，恁的王要来恁遮，伊谦顺骑驴，骑驴仔囝，载回的驴的囝。门徒就去，照耶稣的指示去做。因牵驴甲驴仔囝来，将外衫铺伫因顶面，耶稣就爬去徛。大部分的群众将因家己的外衫铺伫路呢，嘛有人插树花铺伫路呢，甲伊欢迎。正行后地的群众喊讲：大毕的囝何塞那，奉主的名来，迄位应该受称赞。至高的上帝何塞那。耶稣一个进入耶路撒冷，全城拢喊起来，讲：这个是啥人？众人讲：这个是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先知耶稣。耶稣入去圣殿，将殿内所有得买卖的人拢赶出去，搁车倒换钱的人的倒，甲卖粉鸟的人的椅。伊对因讲：圣经有记载，我的厝要叫做祈祷的殿，恁煞甲伊变做土匪仔窟。有盲人甲骹歹的人来圣殿找耶稣，伊就甲因医好。祭司长甲敬的教师看到耶稣所行的奇事，搁听见细汉囡仔伫圣殿大声喊：何塞那归大毕的囝，就真受气。甲耶稣讲：你有听到因在喊啥物无？耶稣应讲：有。恁敢无读到圣经的话？你互囡仔甲婴仔的喙大声唱出学乐。后来耶稣离开因，出城去伯大尼，伫遐过暝。过早起，要倒去耶路撒冷的时，耶稣腹肚枵。伊看到路边有一丛无花果树，就惊活去。毋过树顶拢无看到半项，只有叶若定。伊对迄丛树讲：你永远袂阁结果子。迄丛无花果树随时倒去。门徒看到真着惊，讲：即丛无花果树哪会忽然间倒去？耶稣应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有信心，无犹豫，毋但会当做我对即丛无花果树所做的，甚至命令即座山讲起来去填海，嘛一定会实现。祈祷时，恁所求的一切，有信就会得到。耶稣入去圣殿伫教示人的时，祭司长甲民间的长老来伊遐，对伊讲：你靠什么权柄做遮个代志？什么人互你即个权柄？耶稣应讲：我嘛要问恁一句话，恁若甲我应，我则甲恁讲，我靠什么权柄做遮个代志？约翰甲人洗礼的权柄对叨位来？是对天，还是对人？
因互相议论讲，咱若讲对天一定甲咱讲，安尼恁是安怎无信约翰？咱若讲对人，咱又搁惊群众，因为因拢想讲约翰是先知。因就应耶稣，阮毋知。耶稣甲因讲，安尼我嘛毋甲恁讲，我靠什么权柄做遮个代志？耶稣讲，恁想安怎？有一个人有2个囝，伊去甲大囝讲，囝，今仔日去葡萄园做工。大囝应讲，我毋去。后来改变心意，有去。老爸嘛去甲第2囝讲相款的话，第2囝应讲，阿爸，我来去。后来无去。这2个囝，倒一个有照老爸的意思去做，因讲大囝。耶稣甲因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冒险甲娼妓会比恁先进入上帝国。因为施洗者约翰来恁遮，只是恁行正路，恁无信伊；毋过冒险甲娼妓有信，甚至恁看到了后嘛无悔改来信伊。耶稣甲因讲，恁搁听一个譬喻，有一个园主开垦一区葡萄园，四面为篱笆，内面挖一个酒窟，起一个守望台，将这区园租互佃农。后来出外去真远的所在，收成果子的时到，园主找萝卜去佃农遐，要对因收果子。佃农甲这个萝卜掠起来，一个甲伊拍，一个甲伊刣死，一个用石头甲伊钉死。园主搁找另外一寡萝卜去，比头一遍较侪人。佃农嘛照安尼对待因。最后，园主找家己的囝去因遐讲，因会尊重我的囝。毋过佃农一个看到伊的囝就参详讲，这个是伊的继承人，来，咱来甲伊刣死，通得伊的财产。因就甲伊掠起来，迄出去葡萄园的外面，甲伊刣死。安尼，葡萄园的主人倒来的时，会安怎处理遐个佃农？因甲耶稣讲，一定会将遐个歹人彻底消灭，将葡萄园租互别个会照季节纳果子组的佃农。耶稣甲因讲，恁敢毋捌读到圣经有记载，去除师傅所去杀的鸟，已经诚侪上重要的奇迹。这是主的作为，对咱来看实在真奇妙。所以我甲恁讲，上帝会将上帝国对恁抢起来，交互会结果子的人。迄个摔落去即块石头顶的人，会摔甲喙骨分尸；互迄块石头跌着的人，会跌甲喙糊糊。遮个祭司长甲法利赛派的人，听到耶稣的譬喻，知影伊是得讲因，因就找空芳要甲伊掠，毋过惊群众，因为因看伊是先知。做上帝的好管家。当耶稣谦卑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了后，就面对哪来哪济的犹太宗教领袖拒绝甲排斥。耶稣的教导和洁净圣殿的作为，互宗教领袖感觉不满。因毋但质疑耶稣的权柄，也想要伤害耶稣。面对宗教领袖挑故意拒绝上帝的仆人，
甚至拒绝上帝的假儿。耶稣甲因讲一个歹的电话的譬喻，警告因即种作为是自取灭亡。耶稣即个譬喻，甲当当时园主和电话的实况有差别。伫一般情况下，电话会尊重园主的要求，按时支付园主应得的份额。总是伫譬喻中，电话不但无甲应得的份额交互园主，反倒转用暴力对待园主派来修成的仆人，甚至甲因杀死。园主继续派仆人去收果子租，总是电话的暴行哪来哪严重。最后，园主认为派家己的假儿去，因应该会尊重伊。无拍算，园主的假儿也遭受电话杀害。这个譬喻未免互人感觉园主的耐性超过一般人的想象。园主本来有能力严厉处置遐个凶残的电话，伊却无安尼做。园主用超过心上人的耐性，愿意互电话一遍搁一遍的机会。这个譬喻中，园主代表上帝，电话代表犹太宗教领袖，仆人代表众先知，若是假儿代表耶稣。对过去以来，上帝所派的先知不断受拒绝，到耶稣的时代，犹太宗教领袖犹原是安尼，拒绝上帝的使者，甚至攻击上帝的假儿耶稣。遐个宗教领袖拒绝耶稣，亲像土水师傅甲重要的石头迄角。上帝却要互即个石头恢复伫伊应有的基础位置。上帝捌一再容忍人的恶行，总是当伊失去耐性的时，伊要甲伊的国对这个人的抢年夺走，赐互遐个会结果子的人，互原本甲上帝隔绝的外邦人和罪人。反倒有机会得到伊的恩典。值得省思的是，耶稣这个譬喻是向倒一寡人讲的。实际上，耶稣并毋是向外邦人讲这个譬喻，是对信仰群体甲宗教领袖讲的。耶稣这个譬喻提醒咱爱特别留心。着检视家己是毋是有看重耶稣基督的权柄，是毋是有忠心正做上帝的管家。每一位跟对耶稣的基督徒，拢需要常常省察家己的性命，看家己日常生活中是毋是回应上帝丰富的慈爱，咱是毋是有用上帝话语，正做待人接物的准钱。是毋是每一日拢认真活出信仰，伫上帝面前真实回应伊的疼？若咱无尊重耶稣的权柄，就毋是一个好的管家。盼望咱会当一生忠心做上帝的好管家，谦卑接受主话语的提醒，也用心活出主的教导。安尼，咱的性命才会得结出果子，荣光上帝，利益别人。默想，我着安怎才会诚做上帝的好管家？我着安怎才会得诚做上帝的好管家？咱同齐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求你帮助我常常省思家己的性命，互我伫生活中会当谦卑实践你话语的教导，做你忠心的好管家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
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